你来充满我心。我踏过你温柔满我的心，相信啊，我亲爱你，我的心予你去，我每时刻拢会亲亲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吸引我靠近你，让我来更新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耀，我用信心，把信心敬拜你。我们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安静咱的心。伫诗篇62篇第1节咱来讲：我的心静静，专有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三角将咱家己摆咧伫主的面前，咱用听候。用阿乐甲感谢来到主的面前，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相信凡事，咱有拄到困难，咱有拄到济济挑战，毋过咱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的时阵，主拢知影咱一切所拄到的。咱将一切献上伫主的面前，安静咱的心，用祈祷甲感恩。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伊，咱三角出声，为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主，感谢你，你诚做阮生命中的救主。主啊，我感谢你，时时刻刻引带阮行过人生做这坎坷，甲这挑战。主，我很想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生命道路指示阮。伫你的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幸福。主啊，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中间，佮赏赐阮有丰盛的生命。主，你讲你是葡萄树，阮是树枝，阮也常常伫你内面，你也常常伫阮的内面。离开你，阮就袂当做啥。主啊，恳求你，互阮紧紧来跟对你，求你帮助阮，读你养成，读你读经，甲祈祷，亲近你的习惯。主啊，要将新灵生命的主权交托伫你的手手，求你来掌管伫阮每逐工的生命，互阮的生命凡事来形成。愿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因我较亲近你，予你来更新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耀，我用心灵来信心敬拜。想邀请兄弟姊妹，咱将咱的罪摆在主的面前。咱常常犯罪，啊，毋过咱拢毋知。咱将咱显明也是隐瞒的罪，全然摆在主的面前。咱求主的保护来洗净咱所有的罪，求主的保护也看，互咱赢过种种黑暗势力的挑战。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将阮的所有的罪，阮所知也是阮毋知的罪，主啊，照样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来洗净阮所有的罪过。主啊，阮诚做一个清心、圣洁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很想感谢你。至圣至善、赐了人民的主，阮的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承认阮的软弱，阮有罪的本性，定定来做歹，做毋对，平淡来行好，常常来犯罪，离开你的正道，浪费你赏赐阮属天的恩赐。但是主啊，你拢知阮所犯的罪过，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求你的保惠洗清阮所有的罪过，互你的恩惠会当清气圣洁的进入阮的心内，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主啊，时时恳求你的信心临到阮所有兄弟姊妹的心里，临到这个所在，临到这个你的圣殿当中。主啊，互阮来行你的道路。正做阮的保惠师，来引带阮人生每一个脚步。阮来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为着教会逐个家庭、甲病痛中的肢体，咱三工来为着因来祈祷。咱为着咱所有家庭的经济，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咱三工出声来祈祷。主啊，你是阮的上帝。主啊，你是阮患难中的帮助。主，阮恳求你来医治教会身体病痛、甲生命忧伤的兄弟姊妹。主，阮恳求你的医治的大能来降临你的心灵。主，感谢你。请天父，你看顾人类，你是喜乐安慰的上帝。主啊，你是阮患难中得闪的所在。阮有困难的时，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求帮助，来得到安慰。这是阮要为着教会中身体病痛、生命忧伤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用你的怜悯看顾因，用你大能的医治来医治因，圣神的气力来安慰因，互因赢过病痛的苦痛，早日来得到健康。特别伫接受医疗的期间，主啊，求你赐予因有信心甲耐心。主啊，阁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透过这届艰难的日子，求你予因早日恢复勇健，来阮的到阮三角来你的圣殿敬拜你，用你的健康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嘛，要恳求你，是阮死了，伫阮富强教会每一个家庭，互因感受主你伫因中间疼的美好，伫疼内面得到满足，互阮得到源源不断的喜乐。求你，互每一个富强教会的家庭，是一个被你所祝福的家庭，是乐意亲近你、较无你、佮顺服你的教导的家庭。互每一个厝的人的中间，拢会当用诚实、三听，用嘴唇的话来彼此造就。主啊，求你帮助阮每一个拢会当未信主的家人、厝邻的人来传福音。求你，互阮有勇气甲智慧，带领厝邻的人来明白你。求你安尼赐了这款的福气，互阮全家来信主，建立一个伫你疼内底的家庭，伫你的疼内底一同享受美好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安尼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主，我们恳求、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
只是咱嘛为着教会的事工献上咱的祈祷，咱为着牧师，为着中职同工，为着小组长、各团队的队长、各团契的团长，咱拢三角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传福音的事工来祈祷，特别咱嘛为着幸福小组的事工，咱嘛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嘛为着神上帝的国度临到台湾这个土地，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我们恭敬感谢。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差派夏牧师、谢牧师、詹牧师来到阮中间，来引带阮行伫上帝你所命定的道路，点燃复兴的火伫阮的中间。主啊，感谢你，互阮不断体验得人那得去的新业。主啊，真侪人带着无共款的需要，甲无共款的困难来追求你。主啊，阮看到牧师的工作量是愈来愈大，恳求你赐了更较侪温果伫因的心上，互因有属灵的能力甲温素来面对种种的挑战，互因伫逐日的灵修中间，互因重新得到快乐，心灵拢得到健壮。主啊，也恳求你兴起更较侪同工来协助因，来陪伴教会做的事工。主啊，我感谢你为着复兴教会，竞选一群愿意委身、乐意服侍的中职同工、团长、小组长，三角来为着教会的事工共同来跑走。主啊，感谢你赐了甘心服侍的心志伫因身上，也恳求主你赐了合一伫因的中间，透过因的服侍，搁较来亲近你。主啊嘛，恳求你赐了无同款的温素伫因的身上，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成做你的好管家，来求你嘛来祝福因的家庭康阔，互因的身体健康，无论因伫什么职位，拢会当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嘛要上时，我嘛要为着教会推动幸福小组的事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感谢你，你的带领，互阮借着幸福小组的推动，带领侪新朋友来到阮的中间。主啊，恳求你祝福伫这新朋友中间，伫因的心上。主啊，你会听到领导因，互因为教会侪服侍同工的关怀甲彼此的分享，因带因来入捌你，也恳求你，互同工拢有能力、有牧养的温素，来好款待每一位新朋友。求主啊，求你兴起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借着幸福事工的推动，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健康、传福音、荣耀神的教会，是上帝荣耀同在的教会。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甲牧师同心一同来领受上帝你更较大的应允甲祝福。亲爱的主上帝，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万物拢伫你的脚下。阮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为着阮所徛起的岛屿来祈祷。主啊，阮恳求你，大管灵赐了伫阮这个土地，医治阮这个土地。愿你圣洁佮荣耀的光遍照全台湾，互阮伫生活的环境中是健康的。来的确享受属天的平安。主啊，求你赐予阮智慧，互阮知影疼惜你的创造。求你按你的丰盛甲慈爱，用你的怜悯恩典来保护阮，保护阮的厝邻的人、阮的社区、阮的国家、阮这片土地。主，伫你的内面，阮才有真的平安。我靠你的带领，才是正确的方向。你的道路关过世人的道路，求你将公义带回这片土地，恳求你将你的正直
放伫每一位执政掌管人的心中，互因存敬畏的心，尽职尽分，求你的主爱也看这个所在，医治阮、疗愈阮的稳定伫阮的中间，互阮合适彼此尊重，三甲为着这片土地来拍拼，愿你的性命被高举，愿万民归向你，将这片土地成做你荣耀的所在。愿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子名。其实咱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来祈祷，今仔日是圣餐礼拜，我嘛为着詹姆斯今仔日2场的讲道，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也为着所有服侍同工献上咱的祈祷，嘛为着会友谦卑领受上帝的话语，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主啊，恳求你时时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你的圣神就充满伫每一位座位。主啊，要为着今仔日詹姆斯2场的讲道，献上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的圣神甲伊三甲伫地，你引带伊，互伊嘴里所讲出来，拢是造就人的话语，嘴里讲出来，拢是对你遐来的稳定甲舒服。主啊，我们为着所有服侍同工献上阮的祈祷。阮有真侪服侍同工，伫无共款的道路来服侍，主啊，恳求你，互因会当愈服侍愈甘甜，愈服侍愈对得开力。主啊，我们恳求你去祝福伫福祥教会正兄弟姊妹，互因心中充满信心、疼心甲毋慢，会当继承福祥教会优良的传统，人人成做基督传福音的精兵。人人有备好达地军队牧师来追求同一个理想，同心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互阮伫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主，阮就福祥教会全然交托你的圣手，求你来引带阮，这个殿的后来荣耀，确定要赢过早前的荣耀。阮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拢会亲亲爱你，星星，请你来充满我心。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来使，咱对座位中，咱来起立，来敬拜咱的上帝。星星啊，我亲爱你，我的心互你起。时天都会亲亲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替我较亲近你，予你来更新我心，无人通甲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耀。我用信心，甲诚实敬拜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予你，替我较亲近你，予你来更新我心，无人能甲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荣耀。用心灵，把信心。
真实的心，降服伫你面前，为我心目，予我看见，应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可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万米宇宙的主宰。我们来敬拜你，用我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你是严格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米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在龙恩你归乐，敬拜尊崇你，因为你有永活的歌，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地大比的好的，和散那归地万王的好，阳光拢归你。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米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天使拢向你跪了，敬拜尊崇你，因为永活的歌，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归地大比的好的，和散那归地万王的好，阳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归地大比的好的，和散那归地万。
稣是弥赛亚，将一切荣耀归你天顶的爸。时时来用圣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诗曲我需要主，吉他主美，着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应着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心无一毫好奇，我来就你。诗曲我需要主，你若顾我，一日拢无归来，他袂叫我。求主应着我心意，诗曲甲我伫地，我心无一毫好奇，我来就你。诗曲我需要主，何论何物，有你甲我无你，才有安乐。求主应着我心意，诗曲甲我伫地，我心无一毫好奇，我来就你。诗曲我需要主，一生一世，亲爱做你的囝，孤单无边。求主应着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心无一毫好奇，我来就你。亲爱的上帝，阮真是时刻拢需要你，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帮助，也需要你成做阮一生中的倚靠。主啊，感谢你，竞选阮成做是你的百姓，通欢喜自执伫你的面前来敬拜学了你。主啊，伫今早起时，你阁引带阮来到伫你的教会，做伙伫遮唱歌、吟诗、祈祷。求主上帝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搁一摆和你有真实的相拄，和你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也求主上帝帮助阮，将早起时的礼拜，诚做是一个归阳光互你的礼拜。求主你的阳光，就充满伫阮的教会中，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通过今日礼拜。也搁一摆看见着主你美好的恩典，你美好的恩膏伫阮的心上来发生。只是我也用主你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得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
请咱三甲来启应，启文32篇，诗篇130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应。上主啊，我对亲免求救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的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无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一世的人就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请咱同心来祈祷，充满怜悯甲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阿罗你，我嘛要激将敬拜你。你的疼、长、宽、关心，阮拢无度测度。你所做的一切，拢是用智慧创造的。父上帝，你是满有怜悯的上帝，我们阿罗你，受伤的芦苇无压制，要花的灯火你无拍熄。你体贴阮的软弱，除去阮一切重担，将活命的路指示阮。伫你的面前，我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我永远的快乐。主啊，伫你过外的日子，就是阮得胜的日子。我们用渴慕的心，用感谢的灵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对你拜礼阮的儿女，因为你互阮的生命充满盼望，互阮的世界充满荣耀。我们儿女感谢主。这时，阮来到你的面前。面对家己的罪甲过失，深深悔改来向你承认阮所犯的错误，求你赦免阮无意中所犯的过失，求你疗赦阮的骄傲，家己掠做是义的态度，恳求圣神光照我，互我看见家己的欠缺，求主用保护压砍遮起我所犯的罪过，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成做一个圣洁的人，有换心正直的灵，帮助我的手清气。心纯洁来服侍你，主啊，你是至尊至圣至权全能的父，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让我日日生活伫你的疼甲应允中，佮想使我有气力甲智慧，克服种种的困难甲挑战，也时时保护我无受到烧应诱甲灾害，让我伫每一个决定的行动中，拢合伫你的旨意。今主日是世界圣餐主日，教会伫这个主日举行圣餐礼拜。来表明甲主同齐道，用合一的心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宣扬主耶稣的疼，以及世界和平，甲普世教会合一。这时嘛为着阮教会中肢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医治安慰夫妻，伫病痛中犹原对你来的信心甲毋慢，相信的确得到医治，有家庭、婚姻、事业。工作、经济拄着困难的，嘛求主你赏赐教育的气力甲智慧，来互因面对一切。恳求主教阮伫地，使阮安静的心，较无听候你的话语，和詹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来成做阮信仰生活中的提醒甲学习。当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书第1章38节到42节。耶稣甲门徒继续行，耶稣入去一个庄头，有一个妇人人叫做马大，甲伊接待。马大有一个小妹叫做玛利亚，一日主的脚前听伊的教示。马大为着接待，逐
代志多，心压杂，就来耶稣讲：主啊，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咧忙，你拢无要无紧，叫伊来甲我斗骹手。主应讲：马大马大，你为着我的代志多，咧挂虑操烦，所需要只有一项。马尼亚已经经到上好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圣经读到遮，愿听通主的话的人拄着祝福。过来献诗，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是幸哉幸哉幸哉。今早起的抒琴是约翰老师娱乐因母仔囝双手的钢琴做伙服侍。因时说，请詹牧师讲道，所传讲的信息是：不可欠少的事，请咱恭敬来领受。
请希望大家平安。咱看见今仔早起时礼拜圣歌队的司琴吼，是母仔囝做伙弹钢琴吼，然后住伫圣歌队的准备室咧问伊乐讲敢会紧张？伊讲会小可紧张。问妈妈幼安老师讲真紧张，昨暗时拢困袂去。但是咱看见倒来服侍吼，来这母仔囝做伙服侍，真水服侍。所以我看见咱的教会不只是有长辈伫遮做伙服侍出力，有少年伫遐做伙服侍，咱嘛看见咱新的一代，咱的儿童嘛开始参与咱教会的服侍啊。所以咱搁一届互特别互娱乐吼，互伊一个鼓仔声加鼓励吼，加鼓励。伫咱开始今日讲到进前，咱嘛搁做伙搁做一个祈祷，咱做来祈祷。请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届就将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伫主的你的面前来相合敬拜而了你。求主帮助阮每一个人，透过今日礼拜，透过你的话语，搁一届来更新阮的心，也帮助阮伫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搁较明白。更较了解你圣经内面的奥秘，也帮助阮，无论阮伫教会内面，也是伫网络顶面，拢用敬虔的心来做伙敬拜，来学了你。将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伫这几礼拜，咱看见伫中国的所在有一个亚洲的运动会，伫这亚洲的运动会中，咱有真侪台湾的选手拢去参与到这个比赛。特别伫前几天，咱看见有一个比赛是滑轮的比赛。最后台湾的选手和韩国的选手，因咧拼第一名和第二名。但是伫最后，韩国的选手掠做伊赢，所以要到终点的时阵，伊就将伊的双手举悬，我赢，我赢。但无想到台湾的选手伊的脚较长，伸出去。先超过迄个线，结果变做台湾摕到金牌。对迄个韩国选手来讲，哇，伊敢若要赢到金牌啊！伊敢若要得到这个全世界啊！但是却无想到最后这个台湾的选手，伊卡一寸，结果互伊原本会当摕金牌、摕第一名的机会就无啊！但是不论摕第一名、摕第二名，还是摕第三名，常常嘛伫遮个选手的面看到因摕到遮个奖牌的时阵，伊的面拢非常的欢喜，因为因一生中所努力、所打拼、在训练，最后就是要得到这款的荣耀，互因的生命会当得到上大的快乐。所以伫咱的生命中，咱会当来常常思考一项代志，啥物代志，互咱的生命会当感觉非常的快乐？咱拢用啥物物件来，互咱感觉？这项代志，做了这项代志，会当互我有淡薄仔成就，还是互我会当感觉着快乐？可能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可能是你有侪得到侪的钱财，可能你的事业真有成就，可能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伊伫社会有真好的表现，也是你的工作，也是你的服侍，互你感觉遮个代志，互你感觉你的人生非常的快乐。你的人生非常的喜乐，毋知对你来讲，什么款的代志，伫你的生命中对你来讲是快乐的？对你的生命中，感觉是想到你就非常的喜乐。但是当咱今看今的经文，咱看见有一对姊妹，因原本应该是真欢喜接待耶稣到伫因的厝。但是最后，咱看见两个无共款的反应。我想，当耶稣有一天要去拜访你的兜，恁要去恁兜的时阵，恁个嘛会真欢喜，讲哦，耶稣要来阮兜啊，真欢喜。所以对这对姊妹来讲，耶稣要来应该是真欢喜的一项代志。因可能嘛感觉足阳光、足荣耀，讲哇，耶稣要来。但是却无想到最后的结果，咱拄所看的经文，咱就会当了解两个人最后的想法，两个人所看的无啥共款。其实，伫这个经文，互咱看见一项代志。耶稣常常在讲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
工作，生命中非常重要爱做的一项代志，就是爱做出选择。耶稣常常伫伊伫含遮的门徒含伊的遮的群众伫分享的时，耶稣常常拢甲因提醒，伫生命中有侪侪的选择，但是最后要选择啥非常的重要。虽然看见今日经文之后，耶稣讲玛利亚选择了某一项物件，伊讲这是上好的福分。耶稣讲玛利亚选择这是上好的福分，伊讲这是袂当欠少的。今日这个故事发生伫耶稣和耶稣最后一届来到伫因这个家庭。其实耶稣和这个家庭已经有真亲的关系，真亲密的关系。当咱看约翰福音的时阵，圣经安尼描写讲，耶稣非常意爱马大甲伊的姊妹，甲纳撒罗因的这个家庭。所以对耶稣来讲，这是伊非常意爱的一个家庭，甚至和因家庭的遮个成员拢非常的亲密。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讲，因应该非常认捌耶稣。对耶稣来讲，伊嘛非常的认捌这个家庭全部的成员。但是咱看见，虽望因厝内人熟悉耶稣，耶稣嘛熟悉因，但是因对耶稣的表现全然无啥共款。而且发生的这天，我想应该嘛是平常的一天尔。我想发生的这天应该嘛是平常的一天尔，应该是伫日常生活所反映出来的代志。其实嘛，互咱看见一项代志是伫日常生活。每一天，咱所做的一寡代志，咱所讲的，咱所做的，嘛反映出咱对一项代志的态度是啥物。所以特别会当来形成咱生命的品格，也是信仰的态度，嘛毋是，嘛常常嘛拢是伫生活中，伫日常的生活所形成，嘛反映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伫这平常的一天，耶稣来啊，马大接待伊到伫厝，然后就发生拄啊圣经所看的。其实这个圣经对咱若是对圣经较了解的，对这个故事咱拢真已经知影。常常有两款的讲法，支持玛利亚的，在讲马大拢一直咧无用。哦，耶稣来啊，结果伫遐无用，搁伫遐煮食。但是，佫有另外的讲法，讲支持马大讲，玛利亚奈拢无斗相共，然后伊的阿姊伫遐，一人伫遐无用，一人玛利亚却坐伫遐听耶稣在讲道。所以常常都有这两个无共款的讲法。但是到底是马大对，还是玛利亚对？到底送做出来的决定是好的，送做出来的决定是无好的？咱透过今日经文，咱搁一摆来思考。其实无啥物叫做是绝对的好，嘛无叫做绝对的歹。回到一开始所讲的，耶稣常常在讲一项代志，爱做出选择。伫啥物时刻做出啥物款的选择，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所以咱做伙透过今日经文，有两个部分，咱做伙来思考，也做来分享。第一项代志，袂当欠缺的代志是啥？是袂当袂记自己的身份。第一项代志让大家分享，袂当欠缺的代志是袂当袂记自己的身份。经文一开始讲有一个妇人人叫马大，伊接待耶稣到伫伊家己的厝内。有一个妇人叫马大，伊接待耶稣到伫伊的厝内。其实对犹太人来讲，因是非常愿意招待遮的人客的民族，特别要招待是耶稣，甲伊的门徒。所以对马大来讲，哇，伊一定是足欢喜，伊要接待耶稣，所以伊将耶稣接待到因的厝内面。但是，咱知有时阵有咱的好朋友、咱的亲戚到咱的厝的时阵，咱诚做是一个主人，咱拢常常爱款物件。来，互遮的人有好受到好的款待。但是，咱看见马大嘛是做共款的代志，但是，咱看见马大敢若伤过无用啊，比较袂记即一项代志。到底
伫伊的生命内面，谁才是人客，谁才是主人。确实，伫伊的厝内面，伊是主人，伊是这个家庭的主人，无毋对。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到底耶稣来的时，谁是主人，谁是人客？马太才带耶稣到伊的厝内，诚做伊的人客，真好。但是伊却袂记起什么是真正的主人，甚至伊可能袂记起伊真正的身份是啥物。继续咱看的经文，咱看见马太为着要服侍耶稣，甲伊门徒，伊非常的无用，伊非常的无用，所以就该来到耶稣的面前，甲耶稣讲：耶稣，主啊，你看我的小妹玛利亚。伊留我一个人伫遮无用，走来走去。但是你看到这样代志，你为啥无叫我的小妹来斗相共？请你吩咐伊来甲我帮忙。耶稣回答甲马太讲啥？马太，你为着这代志在烦恼。其实马太反应非常的正常，因为看伊强在无用嘛。看伊一样在走来走去，伊的小妹却坐伫遐，敢若无伊的代志一样。所以马太去和耶稣讲这样代志，其实嘛真正常的一个情绪，嘛真正常，因为就是伊一样在无用。但是咱马太伊所讲的这个话，毋那是伫甲耶稣讲，拢无人甲我斗相共。其实另外一方面嘛，反映出敢若伊的内心嘛咧讲，无人想要肯定伊所做的代志。当马太来甲耶稣讲，耶稣叫我的小妹来甲我斗相共，耶稣无甲讲，马太你做了真好，马太你做安尼做这个服侍我真欢喜。耶稣较甲马太讲，你做这个代志，安尼遮操烦，拢安尼一直无用。其实。马太除了咧甲耶稣讲遮个代志，无人甲我斗相共以外，其实嘛反映一样代志是，伊的内心敢若无人想要甲伊肯定。伊咧想耶稣，你拢无伫意我咧做的吗？耶稣，你拢无伫意我遮无用吗？耶稣，你拢无看到吗？耶稣，你拢无看到我做这项代志吗？我做遮济啊！耶稣，你无看到我有真好的表现吗？原本服侍耶稣应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啊！原本服侍耶稣接待的门徒应该是足欢喜的一项代志。伊可能嘛认为讲做了这个物件会当互耶稣得到欢喜，但是伊做愈济，互伊的心内搁较无快乐，甚至去找耶稣，甲耶稣埋怨。伊的心内可能嘛有侪的想法，咱拢无人甲我学了。咱拢无人甲我伫意，我一项伫遐无用，咱拢无人甲我斗相共。有一本册叫做《月光下的十字架》，这本册是我真意爱的一本册。这本册是一个少年的一个牧师去和一个已经退休的年老的牧师的对话，伊甲写落来。其中有一个部分。这个年老的牧师，伊甲这个少年牧师讲一项代志。伊讲咱常常拢在工作，常常拢在无用，亲像这个马太共款，一直伫灶骹为耶稣在煮菜、在煮食准备好的，但是已经将耶稣踢出去到灶骹。咱常常一直对耶稣哇，为上帝为这个代志在操烦，一直做。但是最后，却将耶稣、将上帝踢出了灶骹。有时阵不只是咱的信仰的生活内面，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工作，可能咱无这款的反应。我为家庭付出遐济，我伫个工作做遐济，但是为啥拢无人看到？为啥拢无人甲我斗相共？为什么遐无用，拢无人愿意来甲我学了？有时阵愈做。的时阵，迄个快乐就愈来愈无；愈做的时阵，怨叹的代志就愈来愈多。咱拢袂记住为虾米一开始要做，
一开始咱的身份是啥物？这个尼罗的牧师甲这个小的牧师嘛讲一样代志，讲常常所安排的代志，拢已经安排足济，安排足满。神使你是拍开的，但是圣经却是藏起来啊。原本服侍、原本工作、原本所做的一切，可能互人感觉足骄傲的，互人感觉足阳光的，但是却愈来愈做非常会感觉非常的忝，甚至是无法度通满足，甚至是愈来愈失望。咱看去咱看去马大嘛，亲像是安尼。伊认为拢无人甲我斗相共啊，拢我一样在做。耶稣你看去嘛无甲我学了，所以最后无一个满足，甚至无一个欢喜的心。但是咱看见耶稣无甲伊责备，耶稣搁一摆互伊一个新的提醒。咱看这个经文，耶稣并无责备马大讲，马大你安尼的想法无好，马大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其实耶稣并无责备马大，而且咱看见经文，耶稣叫伊的名连续叫2届，讲马大马大。当咱看圣经的时，有重复出现的字，也是这个词，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当耶稣叫马大，伊毋是叫一届尔，伊叫2届，代表伊对马大伊嘛是非常的重视，伊有看见，伊有看见马大所做一切。耶稣毋是讲我拢无底，我著伫遐讲道就好，你伫遐无用。耶稣有看见，耶稣绝对有看见。耶稣其实嘛足意爱马大所做的一切。我想耶稣一定嘛足欢喜马大为伊所款的遮的物件。其实耶稣嘛对马大讲啥？我真正非常的伫意，我无袂记起你所做的一切，并无。但是更较重要，耶稣咧对伊讲啥？马大，你受创造，毋是要做遮尔侪代志来证明你家己有偌高。马大，你做遮侪代志，毋是要证明你家己的价值有偌济。耶稣咧讲，你受创造，你伫遮，我来到伫你的性命是为着你。耶稣咧甲马大讲，你做这项代志，毋是为着要证明你家己。你遮无用，你遮侪的埋怨，毋是要互别人看见你有偌高。耶稣讲上吊，你的身份，你所做的这一切，拢是爱为着我所做。所以，毋是咱会当做啥物，毋是咱会当做啥物物件，咱会当做偌侪代志，是因为上帝拣选，也毋是因为咱是啥物人，是因为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咱非常清楚了解这项代志，咱每一项拢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这才是咱生命上重要的身份，敢毋是嘛？当马大袂记咧像是主人，像是人客时，伊就我都搁一摆看清伊家己的身份是啥。伊了做讲全世界一定爱为着伊，了做讲伊所做的一切，别人一定爱甲伊学了。伊所做的一切，别人一定拢爱看会着。但是耶稣甲讲无，你上重要的身份，你上重要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毋是为着遮的。所以马大认为，我做愈济，得到愈济会帮，得到愈济别人会看见，承担较济的责任，才是会当看见家己的价值。但是却无想到，互伊无法度看见伊生命真正的意义。所以，伫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圣经咧讲，既若接待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伊就赐伊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接待耶稣的，耶稣赏赐伊权柄，互咱每一个人，真做是上帝的儿女。当一个愿意真正真实正接待耶稣到伫生命的人，圣经讲，这真做是上帝的囝儿女。咱生命的价值。咱生命真正的定义，毋是因为咱做啥物工作，毋是做了偌济的服侍，毋是偌尔拍拼，嘛毋是为着别人的称赞，为着别人的鼓励来定义。定义咱身份的是迄个疼咱的上帝，伊互咱一个儿女的身份。这是一个任何人拢无法度褪去，这是一个任何人拢无法度夺去。非常重要的关系，非常重要的身份。马大所做的绝对无毋对，但是伊却袂记一项上重要的，
是伊的身份，伊和上帝迄个亲密迄个关系。所以，我要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家己的厝内，特别是你的心的这个厝，你家己是啥物款的身份？你家己是啥物款的身份呢？第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袂当欠缺的代志，就是迄个袂当失去的福分。就是迄个袂当失去的福分。所来经文，咱看见耶稣讲，圣经讲，马太有一个小妹叫玛利亚，伫耶稣的脚前坐咧听伊的道。所以非常清楚，咱看见一个画面，就是马太走来走去，足无用，但是玛利亚坐伫遐静静听耶稣讲道，而且伊阁是坐伫摇滚区耶稣的脚前，第一排。所以对马大来讲，我伫遐无用，坐伫遐。但是其实咱看这个经文，中文的圣经无翻译出来是，伫原文有写着，有一个小妹叫玛利亚，也坐伫耶稣的面前听伊讲道，代表是啥？马大和玛利亚一开始拢坐伫遐听讲道。马大和玛利亚因拢坐伫遐听讲道，拢坐伫遐听耶稣讲道。但是，咱看见头前的经文，玛利亚可能听到一半，就起来我想着我灶骹内面的鼎要炒火焦，紧去看，无炒火焦，搁紧坐转来，想着啥物件无准备，搁去准备，也搁走转来。所以，咱看其实经文有中文没翻译出来是，马大一开始嘛是坐伫遐呢，伊毋是一开始就一直无用走来走去。伊一开始嘛是静静坐伫遐听耶稣的讲道，听耶稣的讲话。但是咱看见最后马大所选择的是，亲像耶稣所讲的，伊我都通专心伫遐，因为伊的头壳内面搁咧想做的代志，在想要安怎来好款待，在想等下要做啥物款的代志，一直在思考。所以咱看见经文拄仔嘛有读到耶稣甲马大讲。马大，你有侪代志在烦恼，但是独有一项代志袂当欠缺的是，就是玛利亚一定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是袂当夺去的。其实这句话有一个双关语，耶稣在甲马大讲，马大，你伫灶骹所煮食的非常的好，但是伫遮玛利亚伊所选择煮。这个煮食的物件所烹出来的物件搁较好。耶稣在讲啥？马大，你煮的物件真好食，我食拢非常的喜意。但是玛利亚伫遮，伊另外准备一个搁较青草的，就是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咱看见耶稣其实无讲马大做了无好，绝对无。但是耶稣讲，伊选择伤济。细项的烦恼，侪烦恼，互伊失去真正的焦点是啥？至到马大袂记恁，为虾米伊一开始嘛坐伫遐听耶稣讲话？袂记恁为虾米伊一开始要接待耶稣到伫伊的厝？伊讲玛利亚已经选择啊，伊选择坐伫遮一个上好的福分。有一本册。是一个牧师叫做毕德森，伊的这本的册名叫做《翱翔的基督》。内底有一句话，我感觉真有意思。伊讲无用是咱生命，特别是灵性的上大的敌人。伊讲无用其实是一种评断，是无愿意做困难的代志，是只有经容易做的代志，用家己的行动来将家己的时间来充满。无留意上帝的行动，要家己做主。伊讲无用，其实是咱心灵的非常大的敌人。伊讲有时阵咱无用，拢是咧无用细项的代志。咱在想哇，这些代志爱处理，这些代志爱安排，这些代志。先从简单的解决，困难的留伫后壁，用家己的行动。来充满家己一天的时间，
却袂记你将上重要留互上帝，却袂记你将迄个上好的留互上帝。耶稣旨意的是马大和玛利亚会当继续嘛伫遐选择迄个上好的，就是耶稣基督伊本身。耶稣伊上旨意的是马大和玛利亚拢会当做伙伫遐选择上好的是啥物？就是耶稣伊本身伊家己。当咱看见马大伫遐无用，亲像拄仔迄个彼得森牧师伊的册所讲的，伊认为种足侪代志拢用好满，用家己的行动来表明一切。但是却无认真看见上帝的行动，看见耶稣的心是啥物，想要家己做主。耶稣上望的一项代志是，咱会当先来亲近伊，互伊先成做咱生命中上大的满足。耶稣望所上以下的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先来亲近伊。互伊来成做是咱生命中上大的满足。有一本册叫做《以神为乐》，这个作者伊讲一句话，伊讲：当咱的生命上较无的代志，是上帝伊家己，上帝伊本身，毋是上帝所赏赐的逐项的恩典。咱的生命就搁较进前一步，愈来愈少自我的中心。愈来愈侪用上帝掠做是咱生命的中心，愈来愈少只有关心家己，愈来愈少关心上帝的代志。当咱所仰望、所渴慕的是上帝本身，毋是这恩赐、这能力，我所做的一切。咱的生命的焦点，当搁一摆放伫上帝的心上的时，咱的生命嘛会当搁较成长。咱的生命嘛会当搁较来进步，咱的生活、咱的服侍、咱所做的一切，有时阵真正是非常的无用。但是伫这个无用的过程中，常常嘛，互咱会袂记你一开始为虾米要做遮个代志，甚至袂记你爱用耶稣、用上帝做咱生命中上喜乐、上快乐的代志。咱的生命真正是有非常侪代志在充满，甚至真正是亲像拄仔所讲的，袂记你和上帝有亲近的时间，无留咧空间，无留咧时间互上帝。我印象真深，当我一开始毕业到伫服侍的现场，当我阁是团队的时，非常的紧张。但是嘛，有非常侪期待，有非常侪想要去挑战，嘛有真侪代志想要去试看卖。但是伫这个非常大的压力内面，我咧想我会当安怎做，我会当安怎来想教会的代志。直到有一段时间，哇，头壳拢在想遮个代志。有一个暗时在困。困到半暝时，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入来到伫我的头壳内面。这个声音非常清楚，伊甲我问一项代志，伊讲：你敢有快乐？我想讲我是咧做面梦吼，而且我想我袂结婚吼，边仔无困其他人吼，应该毋是，应该无人甲我讲话吼。结果我咧想的时阵，这个声搁第二摆起来，伊甲我问讲：你敢有快乐？我就坐起来伫眠床伫遐想，然后这个声搁第三声甲我讲：你敢有快乐？迄时我非常的认真想，是啊，我为着教会服侍，为着我家己的生活，非常的无用，有侪侪代志不断地充满。但是却袂记你为虾米一开始我要做遮个代志，却袂记即我先来到上帝面前和伊相亲近，却袂记即爱用上帝诚做是咱生命上大的喜乐，诚做是咱生命上大的中心。诗篇37篇第4节到第5节，诗人安尼讲：爱用耶和华上帝诚做是咱生命中上大的喜乐，
伊就会将你心内所求的赏赐互你，将你的代志交托互上帝，耶和华倚靠伊，伊要成就一切。我想认捌耶稣，相信耶稣，毋那是互咱和上帝有较好的关系，也互咱搁一届进入以上帝诚做是咱生命中快乐、喜乐的一项代志。我想这个故事反映出咱的价值的选择，到底是啥？伫咱的生命中，什么是无法度通取代的价值？马太其实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叫做爱非常拍拼去做，做甲非常的完美，安尼别人才会称赞我，上帝才会看见我所做的，生命才有价值，才会当定义我的身份。而且伊嘛将耶稣只当作是伊生命的人客尔，所以可能就会无法度真实了解耶稣伫伊生命的作为。但是玛利亚互人看见，当专心伫听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嘛毋是因为咱做偌济，毋是因为咱是啥，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儿女，咱和伊有亲密的关系。是迄个袂当夺去的身份，也是迄个上好的福分。也因为安尼，有上帝伫咱的生命，互咱会当用伊诚做是咱生命上大的喜乐，来到主的脚前，用伊的话来改变咱的生命。我想咱拢活伫一个马大的世界，非常的无用，非常济代志。但是这款的世界，伫这款的时代，咱犹原学习。活出一个玛利亚的心，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真正会当亲像玛利亚一样，常常和上帝亲近，也常常会当用上帝诚做是咱生命中上大的喜乐。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搁一届来到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我看见伫这个圣经的经文内面，反映出价值的选择。什么是阮生命中上重要的身份？什么是阮生命中上重要的福分？求主你帮助阮，搁一届来看清阮生命中所爱选择的是啥，也帮助阮。虽然阮活着一个非常无用、有侪代志操烦的世界，但是互阮犹原保持也学习玛利亚的心志。单单来到伫主你的脚前，也时常以主诚做是阮生命中上大的喜乐。主，阮伫等一下，嘛要做伙含你三坐倒来领受主的圣餐。求主你透过圣餐的礼式，也搁一届互阮含你三千军来领受你的丰盛的恩典甲祝福。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圣诗，然后咱做伙来准备来含主三坐倒来领受圣餐。咱做伙来唱这条圣诗366首。世间的烟花，快乐不顾。
伫到你过来的时。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囡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三角收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规伫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囡仔着我当大的着招群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的迄面，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着照伊的名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即摆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列伫你面前所守事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正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助，为通正做属灵的培养，也为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旁边的长老。咱摕到这个饼和杯时，咱通安静来祈祷，来思想咱甲主耶稣的关系。
若有无摕到的，遐姊妹通举手，咱的长老会将这个杯和饼来提到伫你的边仔。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恁大家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家伫地。咱做伙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秘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愿的主上帝，愿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通荣光你。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向咱三家来奉献。
请咱起立因奉献的诗歌。请坐。本月金句，一首就金句，请咱来分开咱周报上后壁，咱做来念。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到的，直至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腓立比书4章第7节，来，搁一解。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好，这是来报告，请咱分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事项当间咱家己看。咱来看第4页。第3点，本月定伫10月22号举行常年主日，中央的敬老会。会中咱会计算70足岁，42年以后出生的，佮是伊的会籍伫咱的教会，也是讲固定拢有参加咱的主日礼拜的长辈，佮所以请咱若后壁咱有名单，咱来对一下吼。那有阮个名无记着的，请咱来办公室来提出吼。过来，咱来看第5页第8点的第2点。本会伫今仔日的主日爱餐，咱今仔日休困一解。佮咱的心灵转角，咱的第1堂有服务，可是咱第2堂都无，佮来着双十节连休啊，咱明仔载爱佮拜二，咱的办公室拢是休困的。佮所以咱有啥物代志，请即晚着紧联络。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做补充报告，毋过先提醒咱10月29月底，咱要举行中级改选所以即礼拜甲后礼拜咱要介绍遮个候选的长老甲执事，有先调查有诶即礼拜会当出席，有诶后礼拜出席进前咱调查即礼拜会当出席的遮个长老执事候选人李牧师补充报告的时阵，恁有哪坐来头前啥物来头前的第一呢？咱后壁面5楼的兄弟看较会着所以等下牧师介绍你啊，徛较头前的口罩拔落来第二，咱也请这个摄影机铺这个影像翕的这个介绍的这个中级的影像伫顶悬安尼好，咱遮个是候选人，请恁嘛陆续来头前好来，我来先补充报告啦咱每一摆圣餐主日，咱拢会搁放一个奉献地。迄个奉献地目的是为着讲，我除了主日献金以外，我嘛搁另外为着圣餐的感恩奉献。这个钱呢，咱拢家己放伫叫做宣教专场，就是讲帮助弱小教会，也是讲有一寡灾难的救灾有一寡宣教的路用中间嘛有一项就是讲，咱这个主日的，咱的长老教会主日奉献主日足多啦。若逐摆奉献主日拢要发奉献地
啊，会友会感觉足困扰，也毋知影即个是啥话，啊报告足多吼。啊，所以咱有甲减少。啊，除了新人院的主日、较特殊的重要的事日，啊，咱才来分奉献地。啊，所以是讲，咱有的奉献主日，咱无分奉献地，就是由即个宣教基金直接甲寄去安尼，吼，毋是无参加哦，是咱有甲寄，但是咱伫教会报告，吼，咱知影即个事工的意义。啊，所以咱若每一遍圣餐献金，吼，咱有一个心理准备，讲我爱献2种，一种是主日献金，无放伫落仔内，啊，一种是有，吼，好，啊。我看到吼，咱遮个中级候选人拢伫遮吼，我想讲我来先补充一项，即个10月19号吼，咱教会伫马教授甲即个团队吼，佮开始要推动即个离婚关怀的课程。啊，兄弟姊妹，咱拢真了解吼，咱现代的社会吼，婚姻的问题吼。以早较少，啊，即嘛是离婚的状况，包括基督徒拢会拄着，吼。啊，要安怎有一个真好的决定甲选择？啊，即个离婚关怀课程吼，内容的资料非常的详细。啊，毋过我知影讲吼，要参加即个课程啊，有人是讲啊，我都还未发生啦，叫我要参加，会感觉怪怪。啊，所以即个是有较敏感啦。啊，毋过我知影讲吼，咱会友，你有朋友，啊，你有即个亲人有拄着即个困扰，哇，开始咧挣扎吼，到底是要婚姻要继续啊，无要继续？来参加即个课程，互你更较了解属灵的了解，甲社会的了解吼。啊，所以咱伫周报内底有报章详细是讲用即个关怀课程来甲咱做即个介绍，啊，嘛讲咱招人啦吼，有知影伊有即个需要。啊，鼓励因用即上网络的吼，线顶的上课安尼吼。好，安尼我即马吼要来介绍即礼拜有出席的长老执事候选人吼。啊，我叫到你的大名时阵，徛来牧师头前安尼，大家拢看较会着哦，吼，啊口罩拔落来，来，哇，即个是咱5位候选人，今仔日有3位出席吼。咱来先介绍第一位候选人是。李维文执事来，头前来拍拍一个。咱的维文执事哦，是咱现任的执事啦，吼，啊伊嘛是交通服侍团队的队长，吼，我看伊平时足爱运动，所以体格吼，牧师足欣羡的安尼吼。啊，感谢主吼，啊这少年辈吼，的长老候选人吼，啊咱继续为伊祈祷，好，拍拍多谢。好，第2位长老候选人是3号哈，3号这个，有测过啊吼，来是这个李宗杰执事，是我大家，所以恁咧替我用，不要紧，我来查就好，好 ，OK， 好，李宗杰执事拍拍我一个，咱总结执事呢嘛是现任的执事吼，做过几啊任嘛，伊本人嘛是做即个艺体休闲团队的队长，嘛进前有做过即个总结小组的小组长吼，伫咱教会真资深的一位执事，伊拄现任执事，但是有资格来通过即个候选吼，候选做长老，咱大家认捌你吼，咱甲鼓励拍拍我一个来。来，第3位是花文凯执事，来头前来，我看咧对哦，后壁看有对哦，来拍拍我一个，哎，咱花文凯执事吼嘛是做过几啊任的执事啦，是现任的执事拄任期到，会当候选长老。咱的花执事呢，伊本身是现任执事以外，伊嘛是咱中执会出纳吼，咱。拄奉献的金钱啥货，那走银行吼，拢伊在设法啦吼。伊也未做出纳进前，是做咱的交通指挥的团队的队长吼。真多谢伊的调拨吼。咱感谢主，有新的一代吼，遮的执事有资格当选长老，这是咱一代要接续真重要的部分吼。咱搁家拍拍啊，鼓励。来，即马要来介绍执事，因为拄则吼，阁有2位长老候选人后礼拜才介绍吼。头一位来介绍王惠琪执事，来，王惠琪执事来头前来，拍拍啊
王维基就是伊是轮休啦，哈，因咱一任了休困吼。伊现在也是教育装备团队的队长，吼，队长。咱感谢主，会期执事吼，伊是对外地来咱教会，对新学生开始参加，怎带伫咱教会吼，搁带先生做伙来服侍吼。感谢主啦吼，拢是新的一代真优秀的即个侍奉同工吼，咱家己拍鼓励一下来。过来是林佩妮姊妹来，林佩妮姊妹拍鼓一个。咱的林佩妮姊妹吼，伊是咱长老小会啦，小会推荐的种，也未做过执事，但是真优秀，咱家己推荐。互咱会友知，吼，特别咱较少年的，咱可能咱会友无大家拢捌，所以徛伫咱头前，搁咱的相片互咱看。咱的佩妮只是参加伫大树的小组，嘛伫青年的另外一个小组拢有咧参与啦，吼。伊本身嘛有服侍敬拜团，咱伫咧心灵专教拢会看到伊安尼来甲咱交代，吼。伊住伫咱教会附近定定，吼，定有时招妈妈来做礼拜，吼。伊应该是伫家己的公司服务，吼，是。咱嘛是少年辈的即个中级候选人，咱家拍鼓励。来，搁一位是张志奇，哇，瓜少年。咱感谢主啦吼，这是咱下一代的青年，甲咱的即个詹牧师詹牧师即共运的吼，实是爱感谢上帝的，因为志奇吼，看起来是足少年无毋对，但是即摆做老师啦，吼，搁上帝安排伊转来咱台南服务，吼，讲即款人哪会使放对毋对吼？所以我就甲鼓励，伊讲我搁遐少年，搁咧教册，呾咧进入做老师啦，咱小会甲伊讲，你爱代表少年人出来，吼，咱毋通老中青逐代拢有吼，所以志奇是咱。师道长老的后生啦，第二公主伊本身呢，伊捌做过青少年团契会长，现在是基顺小组的小组长，嘛伫敬拜团伫服侍真有功过感谢主上帝安排，互伊转来故乡学校服务啦咱退基岛当少年人真侪代志咧无用，也会当服侍主安尼，咱甲鼓励拍拍多谢。清楚，来去介绍一位。郭信恩弟兄，信恩。先我介绍一个，因为伊是新推荐的是咱这个林清长老林清长老算伊的孙对不？爱叫你阿金嘛，阿金对阿金信恩弟兄伊本身是中医师真侪咱会友拢伊的病人就对啦伊本身伫来固定来参加聚会已经几啊冬有伫咱的影音的控制的同工也有伫山林小组咧参与服侍伊本身嘛是安尼有音乐的背景所以咱乐团的时，伊拢会出来安尼所以咱教会足侪即款有温数的人有特别的服侍拢会参与啦真恭喜伊伊本身是原来是伫凤山出身的，高雄山出身的，拢稳定伫咱教会，是咱教会新推荐的候选人，咱甲拍拍鼓励。清楚。再来介绍一位是咱的陈英斌弟兄，来头前一个来。好，英斌弟兄伊平常时拢咧做翕相啦所以较伫背后我小等个介绍就是咱伊的太太就是慧群啦林慧群伊的丈人就是咱的林宗执事淑燕姐妹的囝婿安尼伊进前事实伊的故乡是伫伫公山事实伊伫公山的较毋是长老教会系统，已经是做有执事的职分就对啦伊到即马囡仔大汉拢伫台南地服务所以就规家伫咱教会做服侍有参加咱的即个影音团队列名佫有伫果子小组咧做同工咱小会感觉讲伊已经有服侍的经验
有真成熟的信仰，所以咱是甲推荐吼。可能较侪人有较无认捌你，所以就牧师特别来甲伊做介绍。咱伫基督中这个候选人，可能毋是逐个人拢爱是入选啦吼，但是咱伫基督中，上帝带领，互咱所选出来是上帝所喜爱的工服侍同工吼。咱甲拍拍鼓励。来，咱搁介绍一位今仔日出色的候选人，就是韩启志弟兄，韩启志弟兄，真感谢主韩启志弟兄吼，伊事实是咱咱大家拢较老辈较捌啦，金良兄有无？金良兄的外孙呐，尤金良兄的外孙咱真感谢主，伊伫咱教会进前有伫别个教会受装备，拢有真好的信仰的栽培，伫来咱教会服侍，对妈妈来咱教会做礼拜伊就担任咱的保罗牧区的英典小组的小组长，是这个牧区真重要的同工。所以你若看到牧师咧介绍这个服侍同工小会员拢是安尼跌过几啊遍的，就讲逐项因拢有咧服侍。有咧参与教会，佫真稳定咧聚会，安尼推荐互咱每一个兄弟。所以你伫这3礼拜中间，你就这个名单为着因祈祷，祈祷了讲上帝感动，咱大概是几个方向啦。第一，这拢足优秀，大家拢好，但是呢，你必须要选长老3位尔定，可能遗珠之憾，就是后摆有机会再佫服侍，无论有选着无选着，因拢是主会找用的工。你看，伊这服务工程嘛足多但是为着因祈祷，就是讲你心中有感动。比如讲，咱一般现在的教会重视老中青的这个拢有综合的服侍，嘛男女嘛有一个小小的平衡就对啦也有男士来服侍，嘛有女性来服侍。大概一般现代社会咧做选择，拢是这两个重要点有传承，有长辈，有中年的，有青年的，佫有男有女，安尼就是一个真好的团队来服侍上帝。咱佫甲启示拍拍鼓励，好，谢谢，请坐。好时间有小可用到，我佫做一个最后补充报告啦咱拜1拜2拄好是连续假日，所以咱教会的这个办公室就暂停请大家咱若要接触公务，可能拜3才来安尼咱这个后一次的圣餐加洗礼式，要是12月初10，12月初10是咱这个幸福小组结束了后这个洗礼式咱若有其他兄弟要报名的请恁会当安尼开始来报名来参加安尼最后牧师做一个报告啦就是讲拄则听到咱的水平牧师伊个讲道有真好的学习甲感动咱要选择迄个上至好的这个福分真正是咱伫无用咧服侍中，特别咱这中级兄弟服侍项目真多，咱搁较需要讲伫迄个无用服侍的中间咱搁较都爱亲近主安尼。其中有讲一项我嘛有一个感受，就是讲玛利亚拢去到摇滚区咧听耶稣讲安尼，就是牧师有感觉着咱福强教会毋知影做礼拜时头前的摇滚区拢无啥人要坐，感觉讲咱的牧师是讲中级看着讲即间空翕相咧足歹看安尼可能我知影2项原因啦，第一就是讲。咱的教会是快的，较近港台，你会感觉讲较压迫感，所以足侪兄弟爱坐5楼，这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习惯啦第二可能大家客气啦，客气讲歹势走遐头前安尼毋过牧师是鼓励祈祷啦，咱烧招呐，家一个歹势毋过头前啦，几若位伊拢惯势坐头前嘛，惯势安尼招2、3位来坐头前安尼较专心咧，袂互隔壁干扰着做礼拜听牧师讲道拢足好势，咱来祈祷鼓励较侪人拢来摇滚区亲近主安尼好，多谢。上营，请咱起立
因上人的诗歌，而乐天顶主宰，因是煞请牧师祝祷。咱三个人领受上帝恩典，愿主要所祈祷恩典，上帝听从圣神的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保真。阿免。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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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请坐来别倒避讳。咱第一堂礼拜到这结束，咱现在通互相请安，也愿上帝赐福大家。